提起英國，你只係諗起倫敦，其實喺英格蘭西北部有一個城市集足球、音樂、文化同海景於一城，而你一定聽過呢個地方。今日千居就帶大家深入了解下呢個充滿活力嘅城市，睇下點解佢會成為越嚟越多香港人選擇居住嘅新地點。利物浦位於英格蘭西北部，係全英國10大城市之一，一座歷史悠久又充滿活力嘅城市。城市本身約有50萬人口，加埋周邊地區大概接近93萬人。今次旅程由機場開始，未決定移英但想嚟利物浦旅行 Liverpool John Lennon Airport 就係你抵達城市嘅第一站。呢座機場係以披頭四嘅成員命名。呢度有架黃色嘅潛水艇模型，靈感係嚟自披頭四嘅經典歌曲，係好多遊客打卡嘅特色地標。呢個機場提供多條歐洲同埋國內嘅航線，現代化嘅航站樓入面有餐飲、購物同租車服務，仲有巴士同鐵路接駁到市區。如果你係經常需要出差或者成日去旅行，咁就非常方便啦。入到市區，利物浦嘅交通都好方便。Lime Street Station 係利物浦最大同最重要嘅火車站，由1836年一直營運至今，亦係英國歷史最悠久嘅主要鐵路樞紐之一，可以直達倫敦、曼徹斯特、伯明翰等大城市。宏偉嘅拱頂結構結合咗維多利亞時代嘅設計同現代化設施。站入面有商店、餐飲同候車區，鄰近聖 George Hall 同市中心景點，仲有地鐵 Merseyrail 系統，路線範圍完美覆蓋成個市區，超級方便。你可能未必係足球愛好者，但你一定聽過紅軍利物浦。利物浦嘅足球文化唔單止係球賽，而係整個城市共同嘅身份。晏菲路球場每場比賽都座無虛席，每次當球迷唱起 You Never Walk Alone， 全身都會受到觸動。University of Liverpool 係利物浦最出名嘅大學，仲有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， 兩間都係國際學生熱門之選。仲有唔少 Ofsted 好評嘅中小學學校，好多家長都會因應校區而選擇定居地方，而利物浦都有唔少選擇。至於社區方面，好多香港家庭、留學生甚至退休人士都會選擇利物浦，係因為呢度有齊晒中餐廳、華人超市，甚至特色川菜。日常生活都可以用廣東話行街食飯，完全唔需要擔心適應唔到環境。好多香港人認為一定要去嘅 Costco 都係喺中超附近。Radio City Tower 係利物浦市中心最醒目嘅地標之一。1969年建成嘅時候，原本係通風塔同餐廳，依家已經改裝成廣播電台總部，遊客可以上到觀景台，360度俯瞰整個利物浦，係認識城市全景嘅最佳位置。Sefton Park 係利物浦最大同最受歡迎嘅公園之一，佔地超過200英畝，距離市中心只係需要大約10分鐘車程，樹木成蔭，湖泊寧靜，四季風景都好靚。春天嘅時候仲會見到櫻花同鬱金香添。最著名嘅地標係 Palm House， 一座玻璃溫室入面收藏咗世界各地嘅珍貴稀有植物。呢度亦都經常舉辦音樂會、婚禮同社區活動。無論係週末一家人去野餐、踩單車，定係小朋友跑跑跳跳、狗狗散步都啱晒。而北面嘅 Crosby Beach 就更特別，一整排真人大細嘅鐵像散落喺海灘上，配埋日落真係好舒服。夏天仲有人踩單車，由市中心一路沿海踩上去。至於中意親子活動或者喜歡動物嘅朋友，可以去 Knowsley Safari， 係英國少數可以自駕 Safari 嘅動物園。唔止小朋友開心，大人都好興奮，一解壓力。Royal Albert Dock 位於利物浦市中心，係利物浦嘅靈魂。呢度曾經係全球最繁忙嘅港口，當年殖民地時代，大部分嘅貨品出入口都喺度交收。直到今時今日，利物浦依然保留咗好多歷史建築同海港文化，整個城市都充滿故事感。呢度有大量車位，就算假日嚟都唔怕冇位，泊低架車就可以輕輕鬆鬆行下海邊、博物館。呢度好多鋪頭同 coffee shop， 行下街再坐低飲杯咖啡，享受下陽光嘅溫暖。旁邊就係利物浦海濱碼頭，昔日繁忙嘅碼頭，今日已經變成文化同藝術中心。最出名嘅係被稱為利物浦三女神嘅3座建築。咦，咁多人喺度，發生咩事呢？
原來係極受遊客歡迎嘅地標披頭四雕像。佢係喺2015年落成，係 Beatles 樂迷最受歡迎嘅打卡之地。講起 Beatles， 停車場附近有一個 Beatles 嘅博物館，係全球最大、最完整嘅披頭四專題展覽館。行完記得要去埋 Beatles 嘅官方紀念品店，無論係黑膠唱片、海報、經典 T、樂器同樂器模型，甚至係特別版嘅收藏品，你都可以喺度揾到。如果係 Beatles 迷，一定認得呢副眼鏡，只係3磅咋。行返出海旁，有個利物浦博物館，係英國最大嘅國家級城市博物館。館入面以互動展覽展示利物浦嘅歷史同文化，好值得嚟睇下㗎。如果想用另一個角度欣賞利物浦，就一定要試下利物浦其中一個最經典嘅渡輪遊覽。佢由12世紀一直運營至今，遊船會沿住 River Mersey 航行，全程大約50分鐘。無論日頭定夜晚，都可以輕輕鬆鬆咁全面感受城市同碼頭文化。呢個係利物浦最重要嘅大型表演同體育場館，2008年開始啟用，入邊可以容納大約11000多名觀眾，經常舉辦國際級演唱會、音樂劇、體育賽事同頒獎典禮，好多世界巨星都曾經喺呢度開 show。呢個 Beatles 嘅博物館係位於 Mathew Street， 係由前披頭四鼓手 Pete Best 嘅家族創辦。入面收藏咗超過1000件 Beatles 有關嘅展品，比起其他 Beatles 景點更加原汁原味。Beatles 嘅樂迷可以更深入了解四子嘅成長經歷同音樂傳奇。行前少少，仲有間專賣紀念品嘅鋪頭添。轉個街角有間好出名嘅 club， 係披頭四當年起步嘅地方。1961至1963年間，披頭四喺呢度演出咗接近300次，一直至今，仲有現場樂隊表演同 Beatles 嘅相關展品。鋪頭外面係一幅專門紀念曾經喺 Cavern Club 演出過嘅音樂人嘅特色牆，每一塊磚都刻咗一位曾經登台表演嘅藝人或者 band 隊名字，包括 The Beatles、The Rolling Stones、Elton John 等世界級巨星。呢度亦係象徵咗利物浦作為世界音樂之都嘅地位。總括嚟講，利物浦係一個充滿活力、文化、足球精神嘅城市，樓價親民，投資升值空間大，同時亦都有生活質感。如果你中意探索英國同其他唔同嘅城市，嚟呢度走一轉，可能會有意想唔到嘅驚喜。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Follow HK2UK Property。下次我哋會再帶大家去另一個城市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